各位台语的先生，大家好。今仔日足欢喜会当受你邀请来这个台语沙龙有，台语沙龙来分享。本来刚受着邀请的时阵，我阁想讲，我其实毋知影伊当讲啥物，因为我看着真侪讲者来有一寡讲足亲热的、足亲的一寡学问啊。但是我其实无啥物高深的学问会当讲。搁伫台语的推广的这方面，其实嘛无遮尔多经验，但是真有心啊。所以今仔日我就想讲，我用一个讲故的方式，讲一寡甲我家己有关系的故事。嘛是洪辉老师甲我鼓励，讲我会当分享即个做歌手的一寡经验。所以今仔日我就来啊。今仔日讲的内容应该会较轻松，有足侪故事，搁有足侪家族的故事。所以希望大家无咧较你听的嘛，想讲安尼我嘛转去整理阮兜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个人，厝里啊，你也是大人，也是你家己身躯顶，可能拢有足侪就特地互人听到的故事。每一个人人生拢是真特别，所以今仔日我就来分享一寡，我是安怎样，行上即个歌手的路，中我今仔日的分享，拄则迄一支。我等下需要小看一下我的。今仔日的分享主要是分做这三个部分，我就先讲。唱歌的时阵会起来。主要今仔日的分享是分这三个部分。第一个，伫台北出世成长的台南女里，是要讲我甲台语之间的感情，为什么会这么亲这么高？第二段，我画的音乐路。是讲我为虾米会为一个外文系毕业生中嘛有食一般的头路，啥即摆是歌手咧。第三段是台语路，咱做伙来行。这段就是我诚做一个台语阿母的经验分享。第一段伫台北出世成长的台南女儿，这种想就是我细汉的时阵。真介意爬去悬悬的所在，敢若囡仔介意一种小可有一点仔紧张刺激的感觉。为什么讲我是伫台北出世成长的台南女儿咧？其实我细汉的时阵是伫民生社区出世的。迄个环境其实毋是一个特别会当互人学会晓台语的环境。但是伫迄当时，因为我的阿爸阿母工课非常的无闲，佮住咧照顾，无若是咧照顾我，佮有比我大5岁阿兄，所以伫我3岁的时阵，受来这段的女主角，毋是我，女主角是我的阿嬷苏和琴地女士。伊就为台南搬到台北来甲阮住做伙。当然就想走去啊！我感觉是毋是这敢是用 PDF 开的，还是用 PPT？PPT？ 我用 PDF 开看卖，因为这上敢若会走。科技的问题，总是非常的困难。还是因为我有附一个 PDF， 看迄个 PDF 会较袂走去，多谢。对，因为有一张内底是我甲阿嬷做伙翕的相，但是拄则刚才看到阿嬷，无看到我。这就是电脑，我嘛就很慢。希望这 PDF 会当。我其实就介意看老相片，因为敢会当。但是我敢是会当家己放，会使？你讲的全荧幕是不是？那个叉叉，我直接，多谢，耶！我做迄呐。所以我拄则有讲3岁的时阵，阿嬷搬到台北，但是当然这看起来都毋是3岁款。当出世的时阵，阿嬷嘛有来照顾我甲哥哥无阿爸母的工课非常无用。就像即摆
我的囡仔7岁，嘛是定定走转去后头厝，请阮阿母斗顾者。啊，像即马伊嘛是伫厝里，和伊爸爸做伙，我毋知会当今仔日出来甲大家分享。啊，迄个时阵，因为阿嬷伊完全袂晓讲华语，所以我3岁的我，就对阿嬷做伙，啊慢慢啊讲，台语就会晓。我嘛因为安尼，甲阿嬷培养出足亲的感情。我甲阿嬷其实一直到我12岁，拢困伫同一张床顶悬。我是困伫总铺，就是有一点仔日本式，顶悬铺被啊，较搁架一条被啊，困伫顶悬，敢若就是困伫总铺顶悬。所以阮两个人是一直困做伙，困到我12岁。所以。真正和阿嬷的感情非常亲。生活内底有足侪代志，拢是阿嬷陪我去做。阿嬷会带我去学校，带我去公园佚佗，上钢琴课、英文课、上菜市啊。上英文课的时阵，阿嬷会用日语的拼音，上要帮我复习英文，但是拢会用日语写出来，就是 pink 变做 pink， 啊 blue 变做 blue。blue， 迄这较差无介侪，但是即摆想起来，感觉阿嬷真正足古锥啊！搁有伊嘛无放弃学习的机会，因为陪我上课，伊若家己嘛学习会当进步，足赞的。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上小学的时阵，常常袂记物件，菜色比啦是便当啊，阿嬷常常帮我送，想起来真正是我足歹势的。但是嘛足感谢有阿嬷伫咧真赞。阿嬷嘛常常讲故事互我听哦。会讲日本时代伊学的遐个摸摸塔罗的故事，也是讲一寡亲情的故事，也是讲爸爸细汉的时阵外口读册的故事，也是讲以前足辛苦的故事。常常阿嬷会讲伊以前战后迄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是做插洋皮啊。敢有人知影插洋皮啊是啥物的原料？真正自细汉听阿嬷讲，插洋片啊是粉笔的原料。啊，我到即摆我嘛毋知影插洋片啊到底是啥物物件，但是自细汉听阿嬷讲，应该是非常辛苦，因为足烧足热，啊，都要一直插。敢若是做粉笔的原料。啊，搁有伊嘛有做过拖浪布的壳啊，拖浪布，阿嬷是叫伊拖浪布，扑克牌。另外，其他的讲摕一包。做唔对，阿嬷也是讲拖浪布，所以有嘛有一寡无共的讲法，即拖浪布的壳啊，来补贴厝里的需要。啊，搁有嘛有甲我讲过战争的时阵，美空袭所开的故事。我感觉阿嬷甲我讲的遮尔多的故事，搁有讲阿嬷每一工安尼斗阵，真正是真细我学习台语最重要的 input。我甲阿嬷嘛做伙看足侪电视的节目，啊，看歌戏。细汉的时阵看足侪样咧花歌戏。即摆想起来，迄当时看的电视的节目，其实嘛真帮助我的台语学习。啊，搁有我会对阿嬷做伙学洗菜、切菜，阿嬷会常常帮我做家庭的功课。但是伊无要求我爱学会晓做遐个代志，因为感觉讲伊会晓做上济，啊伊感觉安尼上辛苦啊，伊感觉我毋免做，读册就好。我感觉真正是台湾阿嬷会疼，无想要家己的查某孙甲伊共款。但是，即摆感觉想起来，哇，真希望会记哩阿嬷会晓做遐个伊上高煮的遐个菜，若会晓煮，我上伊的时阵，就会当煮迄片菜来怀念伊。啊，所以遮我放一张相片，是台南式的芋粿。毋知影现场的各位敢有食过台南式的芋粿？伊个特别的所在，就是顶悬的铺一层肉色，咸咸芳芳的肉色。啊，我细汉的时阵，就爱食遐济芋粿，但是这芋粿是非常搞工的。都爱切蚵，爱下蚵仔手，都爱小心袂会疼会疤。所以都爱下足济蚵仔，串做枪，爱吹，就讲爱炒爱吹，搁爱炒点大肉色，所以其实足搞工的，但是我细汉的时阵足爱食。阿嬷落尾身体较无好的时阵，无法度定做。
啊，我有一摆就请伊帮我甲伊的食谱安尼写落来。其实我即摆还阁甲迄个食谱留咧，希望有一天我会当真正挑战成功。我会当感受着讲阿嬷非常非常的疼我，我嘛真爱伊。我伫细汉的时阵，阁有一摆真细汉的时阵，还阁无啥捌代志的时阵，但是就已经足爱阿嬷，足介意阿嬷的。阿嬷迄个时阵就常常讲，阿嬷已经是老人啊，年纪愈来愈大，有一天就会死去，就会互人带入去土的内底。我就甲阿嬷讲，无啊，阿嬷你若要带入去土的内底，我嘛要倒去。阿嬷听人以后，伊嘛感觉足心实的。我想会讲出安尼的话，伊感觉足趣味的。伊阁常常会甲阮的亲戚讲，有时阵开讲的时阵就会讲。落尾我小可较大汉一点嘛，我就开始感觉足歹势。阿嬷，迄是我细汉的时阵讲的话啦，你莫甲别人讲。但是当我阁较大汉一点嘛，到我即摆我家己是一个阿母，我会当了解到迄种教你顾的囡仔非常非常深的迄种感情。我讲出来即个话，阿嬷听着一定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就算阿嬷要互人带入去土内底，我嘛要对伊去。安尼的心情，所以即摆我会当了解着讲，我袂感觉歹势啊。我拢试过去甲别人讲，我细汉的时阵，我是安尼来回应我阿嬷的疼。虽然阿嬷常常感觉讲，伊敢若是小学毕业尔，无读啥物册，伊的身高足矮，伊感觉伊敢若140几公分无高，但是对我来讲，阿嬷是足水的，足高的。阿嬷教我足侪生活内底最重要的能力。甲台南的关系，除了讲阿嬷是为台南搬来台北的，当然实际上的台南嘛是真有关系的。这是台南的车头，刚刚经过几若十冬，是做差不多。这是我特别去找一个古早的自强号的相，因为即摆的自强号已经不是生做即款的。但是我超工去找古早的自强号的相，我记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自强号头前有一个咧打卡的所在，我还阁毋免买票的时阵，差不多回忆下，每一摆坐自强号要转去台南的时阵，我的阿公阿嬷拢会甲我讲，你着坐当迄个，就是打卡的所在，甲我讲，迄是一定的。我细汉的时阵嘛想讲，对呢，这就是一定的，足欢喜的。坐伫遐，这就是每一当，这对我来讲是我细汉的时阵最重要的一个回忆。因为我每一当休落的时阵，拢会转去台南，对阿公阿嬷就会转去台南，因为阿公会来台北，招阮做伙转去台南，转去台南的阿公阿嬷兜，伫遐我的哥哥甲姑丈，阁有表小弟表小妹嘛，住伫遐。一栋台南的透天的厝，有人讲人无人拢足爱住透天的，这是无毋对，真正是足侪透天厝。所以阮就住伫透天厝内底，转去台南就足热烈的。讲到台南，就一定爱讲到台南的啥物？到台南，就讲到台南的点心。我感觉台南的口味对我来讲嘛是足重要的，想着台南就会想着台南的点心。常常伫大部分的时间拢来是伫厝里食饭。哥哥也是阿嬷拢会煮足侪、足丰富的、足青草的料理，互阮食。像我即摆上有印象的是米鱼白菜，阁有煎甲赤赤的沙白鱼。迄个时阵沙白鱼，因为台南鱼阮足侪，所以常常会当食着沙白鱼。但是我感觉迄当时沙白鱼甲即摆真正是足无共款，怎讲咧？细汉的时阵，感觉沙白鱼，内底刺足侪，要装刺是非常麻烦的。阁有伊的刺是生做安尼，我感觉即摆的囡仔人可能拢毋捌看过沙白鱼的刺是啥款，伊的刺是安尼，敢若武器安尼。所以足细汉的时阵，阁有印象是我的阿公阿嬷，也是阿嬷，也是哥哥，拢会帮阮甲遐个刺一支一支安尼拣出来，互阮囡仔人会当食的时阵，莫插着。即摆就是干那伫厝里，我嘛是拢干那买沙白鱼肚来烘来煎，拢已经无刺啦，真方便。但
但是除了迄以外，阮的食饭桌顶，我大汉的时阵，较想到讲有一片菜是非常的特别的。大家敢有看过即种红豆仔红就路咧卖？这是红豆仔的花豆，大粒的红豆啊。啊，伫台南会伫菜市仔会有人杀即落人去卖，啊，你就会当买规球。啊，伫细汉的时阵，阮的食饭桌顶就会出现安尼一片。普通食中昼顿的时阵出现一片，暗顿的时阵出现一片。所以讲台南人爱食猪是真正是不哩爱食猪，就是食饭的时阵就会有一片红豆仔啊。啊，到即马，这是我即马听讲即马伫我正前几当前转去台南的时阵，还阁有伫菜市仔内底看到，啊，伊会用迄个乌冰淇淋，迄种圆圆的，后车啊，甲砍一撮一撮。若是细汉的时候，我会记得是规碗大，拿山安尼放伫桌顶，安尼来食配饭食。啊，阁有阿嬷还袂信主进前，清明节咧拜拜的时阵，伊会做润饼，伫厝内咧做润饼。啊，即阵嘛是因为做润饼嘛是做功夫的，啊，准备遮尔侪料。啊，但是细汉的时阵，虽然有遮尔侪好食的料，但是我上介意的，就是去摕一条润饼皮，啊，内底放足侪土豆腐，因为内底有足侪白糖，足甜的。你嘛介意？啊，我嘛足介意。我就是差不多一届就偷啊，到了这5条就食去啦。细汉的时阵，就爱食这。啊，搁有台南有一间足出名的老店的冰机，叫做顺天冰机。今仔日雄变做一个美食节目，因为伊一上到台南真正足侪食物拢走出来。都是顺天冰机。其实我细汉的时阵，伊是用白色的迄种风水的纸包起来的。啊，落尾搁转去的时阵，已经变做大汉时阵已经变做一种塑胶的包装啊，总是感觉食起来欠一味，嘛是细汉的时阵纸包的，啊上外口较拢总用迄报纸包起来，迄是上好食的。啊，搁有即个乐记的包啊，伊卖的即个水饺，这是台南的水饺，有人食过？啊！推荐，大家去台南一定要食看卖乐记的包啊，清水寺乐记的内底，大家外口就是台南以外的人看到，可能会感觉伊是水煎饺，但是其实伊是，阮拢叫伊水饺。啊，细汉的时阵嘛有想讲，上早转去台南时阵，这下水饺甲台北这下水饺生做无同款，但是嘛无上济，但是这就是阮就是叫伊水饺。好，啊，搁有，若阵讲有人客来的时阵，阿公阿嬷会专工出去买碗粿、浮水鱼羹，搁有生鱼意面，这应该大家较熟悉。啊，搁有我心内底感觉上好食的粽，是台南的菜粽。其实内底无包啥物料，就是土豆尔。啊，搁是用月桃叶包起来。月桃叶有一个足特殊的气味。啊，所以我有一届朋友甲我介绍，我去食高雄的菜粽，才发现讲，原来高雄的菜粽是用月桃叶，月桃叶，敢若台南的是，啊有诶食了无惯势的人，感觉月桃叶的气味敢若是三文水的味，但是我是家己感觉就好食的，嘛真推荐互大家会使食看卖。啊，顶悬共款嘛是爱人足济足甜的，足甜的豆鱼糕，啊，较搁人土豆腐。嘿，这土豆腐就无人烫啊，安尼就伤过分嘛。嘿，这个土豆腐是无人烫的。啊，搁爱配一碗足甜的味噌汁肉，这就是台南味。啊，若真讲有转去外公外妈兜，每一届我会去台南大饭店学游泳，学了以后，外公就会带我去食虾仁饭，台南的虾仁饭嘛是甜甜，这嘛是真出名。所以遮个最好食的台南的点心，就是我心内底故乡的口味。啊，当然就爱加上台南的风景。阿公阿嬷都伫延平滚龙寺，台南的延平滚龙寺的边仔。所以自细汉起，我拢毋知影入去延平滚龙寺原来是爱付一个入场费的。但是因为阮是厝边，所以阮拢无需要开钱，就会使走入去佚佗。
啊，搁有隔壁嘛是另外一边的隔壁是台南女中，所以这拢是我细汉的时阵足熟悉的所在。啊，搁有所有甲阿公阿嬷所有的台南的亲情的回忆，培养出我甲台南足深的一个感情，足深的认同。啊，搁有我的台南腔，我前一阵去参加日青助理行的活动的时阵，我甲老板小可开讲一下，啊，讲无两句话，伊就甲我讲，你是台南人吼，你的台南腔足重的，我心内底是足欢喜的。想讲已经其实也无遮侪机会通去台南，但是因为台南腔的关系，互人认出我是台南人，足欢喜的。所以就是安尼，台北出世的我，深深感觉家己是一个台南人，啊，讲台语嘛是台南腔出重的。阮台南人毋是唱歌，阮是笑歌，歌用笑的。啊，所以唱歌是落尾要演音乐剧的时阵，为着爱向别人共款。腔口有小可调整，无有一寡音，真正是对台南腔真有伊的特色。因为我姓苏的关系，所以常常有人会问我讲，敢是外省人？是上海人，还是湖南来的？但是我想我是真少数为台南来的姓苏的家族。所以大家若其他所在有拄着姓苏的，佮讲是台南来，无就甲我有亲情的关系。虽然讲对台南的历史地理可能还阁有真侪无清楚的所在，因为伫遐大的时间其实加起来嘛无偌济，但是规个家族的这个感情，真正是互我甲台南真密的连结做伙。我嘛相信是这种家族内底足亲密的关系，互台语的传承会当继续落去。佫讲倒来，我的阿嬷苏和金地女士，落尾我的年岁愈来愈大，我足感恩阿嬷一直甲我住做伙。但是我的年纪愈来愈大，开始嘛甲我的生活的重心转向学校、甲同学，甲阿嬷的关系嘛无像以前共款，遐尼定定拢黏做伙。阿嬷的身体嘛是因为年纪愈来愈大，愈来愈无好。伊伫过身的前几冬会开始洗药水，目睭有动手术，伊嘛有动过一届的癌的手术。伫我大学的时阵，阿嬷就离开啊。伊过身以后，台语伫我生活内底的比重嘛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但是阿嬷的疼，阿嬷的爱一直无离开。当然，台语的影响嘛一直伫我的心内底。伫阿嬷过身以后，经过足侪冬，我有一个机会开始，做唱歌的工课。迄个时阵开始想要写一寡歌，但是有一天的暗暝，我困袂去的时阵，想有足侪台语的歌词。当开始嘛无感觉是歌词，只是我甲阿嬷做伙的时阵，伊有替我做过，伊有帮我做的足侪代志。我就甲伊哪好咧，哪写起来。佫有因为台语的声调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就用顺即个台语的声调，甲即个歌词甲曲嘛写出来。即条歌就是刷落来要唱互大家听的，送互阿嬷的歌。即个版本，因为即条歌的第一个版本是献互我的苏和金地阿嬷。但是落尾2012年的时阵，我的外妈过身，我甲妈妈嘛做伙制作一种纪念外妈的专辑。所以伫这个专辑内底，我甲这条歌搁重新邀请一位音乐家来编曲。这位音乐家伊的名叫做 Alex Pribratny， 伊是一个乌克兰，我叫无乌克兰台语怎样讲？乌克兰的家属的钢琴家，伊即摆住伫纽约，伊的太太是台湾人，所以因为伊是台湾囝婿的关系，所以我有机会甲伊熟悉。邀请伊来为即条歌重新来编曲，做一个外卖的版本。伊咧甲我讨论即条歌的编曲的时阵，伊就问我讲：“你伫台语内底感谢你的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疼。一句话爱安那讲，所以我就用甲伊录音起来，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疼。啊，伊就听即句话，佮有所有我甲伊讲的阿嬷的故事，伊就做刷落来，恁会听到的即个编曲啊，大更曲嘛是伊。所以即摆每一摆唱即条歌，拢是献互我的两个阿嬷。啊嘛，定定甲即条歌送互足侪无共个所在的人听。我想伫台湾阿嬷，台湾的阿嬷真正是一个足特别的地位，帮助着咱足侪代志。所以今仔日嘛，想要唱即条歌互大家听，一条送互阿嬷的歌。我的梦的感应。
写一首歌，予天顶的你，希望你会听见。送予阿嬷的歌。就是送予阿嬷的歌，因为阿嬷离开的时阵，真正感觉讲，敢若也袂有机会会当好好啊，甲伊加摸开的，加抱开的，啊，甲伊讲我真正足感谢伊，真正足感谢伊。所以每一摆就是用一条歌来表达我对伊的思念，希望伊伫天顶拢有听到。再来这段，就是在讲着我弯弯弯弯的音乐路。我大学的时阵读的是台大外文系，落尾国去出国读一个硕士，教育硕士，转来以后嘛有食过一般的头路，但是小娜落尾变成一个歌手咧。这个故事就系为足早的时阵开始讲，差不多这么小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其实是一个足熬生分的查某囡仔。细汉的时阵，大家最近敢有看这出电影？这是我其实嘛无看迄个新的迄个第二集，我看的是足侪当前，迄第一集的。看了以后就感觉内底即只忧伤的忧，甲我细汉的时阵不离啊像。因为我细汉的时阵一直都是，就算是像拄则遮尔细汉的时阵，感觉家己就是一个真够上济。若是用即摆的讲法，就是讲是个内心小剧场，足济一个查某囡仔，常常拢毋知影爱安怎表达我的心声。上足济，但是会当讲出来，会当表达出来的足少。但是我的生活内底就是足介意唱歌，敢若唱歌会当甲足济我内心的情绪透放出来。足介意唱歌，就开始足想要唱歌互别人听，足想要伫舞台顶唱歌。虽然感觉足紧张，但是佫足期待会当上台的感觉。到我高中的时阵，我参加第一摆的歌曲唱歌比赛，迄是学校内底的比赛，都非常好运，竟然摕到第一名。所以迄就互我一寡信心，佫去参加一个学校外口的比赛，甲足侪已经出社会的人嘛做伙比赛。迄个时阵，即马想起来，嘛是不离啊大胆的。但是佫是一个实际上佫是一个足够生分的人。但是高中的时阵，就去参加迄个外口的唱片公司办的比赛。若说讲赢前3名，就会当甲唱片公司签约，变做歌手。迄个时阵，竟然佫足好运，摕到第2名。但是佫有甲迄当时的人做伙录一张合集。迄个合集，即摆若去啥物雅虎奇摩拍卖，顶悬还佫有咧第迄个时阵的录音带，还是 CD， 但是真去找啦。即摆放 CD 的机器拢无，但是前几当还佫有看有人咧卖，足贵一个代志啊。但是迄个时阵，本来是应该要甲迄个唱片公司签约，但是我的妈妈感觉讲，我的年纪还佫足小，16岁尔，16岁，高中1年升2年，所以伊感觉这个环境上复杂，所以就劝我讲，毋通甲公司签约，嘛甲讲公司讨论讲，安尼无我就来签一个袂甲别间公司签约的约，所以就无含即间唱片公司签约。但是我的心内底就一直感觉，我甲我迄个名册网足近，但是佫足远。若是想讲不要紧啊，我年纪还佫真小，一定还佫有机会。若阵讲想要唱歌，
刷落来，伫大学内底，我阁参加足侪比赛，学校内底、学校外口的去参加，但是敢若就无遮尔好的机会，会当阁拄着唱片公司内底的人。上尾是大学要毕业进前，甲我的同学做伙去参加这比赛，啊有拄着一个小出名的唱片制作人，啊伊互我一张伊的面试。 甲我讲，我若有兴趣，会当进公司，甲因讨论看卖。歹势。落尾我真想要知影，我到底敢有机会会当变做会当伫舞台顶玩唱歌的人，所以我就甲迄张面试摕咧。啊，甲因约要去公司的迄一天，我就写一张批互我的阿母，因为我无想要伊主动我。啊，但是内底我写讲。 阿母，你若真正感觉毋好，我嘛袂含因签约。但是我只是足想要甲因讨论看卖，我敢有即个机会，我敢有即个才调。啊，即个批放到迄个信箱内底，我就出门啊，因为我无爱回，主动无爱机会，我就出门啊。啊，结果去这公司是含即个制作人的另外一个同事嘛，是一个足出名的，到即摆拢足出名的制作人。啊，甲伊一讨论以后，伊甲我讲，你22岁。 年纪上大，你若18岁，我就随签你。我心内底其实是感觉真伤心，因为无想到讲我大学都还袂毕业，竟然我感觉最想要会当做到的代志，都有人甲我讲你无可能。啊，即摆当然，即摆想迄当时的迄种心情啊。 佮有迄当时的反应嘛，感觉讲我真正是足无勇气的嘛，足无自信的。若准讲真正歌手是我遮尔想要做的代志，应该爱搁试看有别个方法无？啊，但是迄当时的我就是讲调滴，也是，就是迄当时，我嘛是足惊受伤。我嘛想讲，伊安尼甲我讲，安尼我就免试啊。我若试啊，搁失败，安尼我嘛是搁较伤心，所以我就继续认真读册，认真申请国外的学校，上尾是到美国的哈佛 Harvard University， 去读硕士教育的硕士，所以对我来讲嘛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即摆，所以每一摆想到这段的过去，拢会想讲无得卡。 嘛是因为迄个制作人，伊讲的一句话，互我有机会开始一个走找自我的过程。从我大学的时阵，其实就开始接触到一寡较特别的以前毋捌接触过的思想，亲像是女性主义，嘛开始会当去看到社会内底一寡不平等的所在，嘛思考台湾伫国际上的地位。 安尼，我伫 Harvard 大学读硕士的期间，伫国外会当更加去思考家己的 identity， 就是成做一个台湾人的身份。有一届伫Harvard 上课，其中一节课是上双语教育。啊，双语无一定是像台湾，一定是可能华语甲英语、台语甲英语，啊是华语甲台语。有足侪种可能性。啊，伫美国遐是，就是。 英语甲啥物，反正两种的语言，安尼双语教育的课堂顶悬。我有一个台湾人的同学，伊做的是新中的报告，内底有讲着新中是互中共侵略，但是这个时阵有一个中国的同学非常的生气，伊的面皱甲红，赶紧举手起来讲 ，It's not invaded but liberated。伊讲毋是侵略，是解放。 为这个事件，小小的事件，课堂顶悬的事件，会当看得出来，中国教育内底看着书，甚至是一般的代志，的角度，其实甲世界上其他的所在拢真无共款。伫美国的学习结束以后，毕业啊，这是我的阿爸，真欢喜会当到我的毕业证书做伙翕一张相。落尾转来到台湾以后。 虽然讲有足悬的，即个硕士的学位，但是
一开始找头路的过程其实无啥顺利。有一摆是我去上班的公司，无几个月就倒去啊。伊当开无偌久就倒去啊。有一摆是做学校的研究助理，经费无啊，所以我的头路嘛无啊。搁一摆来找头路。上尾是伫有一个较稳定的工课，是伫新闻局，就是行政院的新闻局。伫新闻局的工课愈来愈稳定以后，我嘛有去上过李登辉学校的课程，因为迄当时希望会当多较了解台湾的历史、国际关系，嘛有去美国的法帕，做过 intern， 去遐实习，嘛是搁较了解到台湾的外交处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对未来的方向嘛是也搁感觉足无确定。迄是我的人生内底一段真不足的时期，毋知影未来何去何从。经过一段时间的找找，我发现我的心内底嘛是足想要唱歌的，但是我毋知影安那会当唱歌，因为22岁的时阵，就互迄个制作人安尼讲啊。落尾是有一届，去看表演的时阵，摕着一张歌唱歌比赛的宣传单，迄是一间卡拉 OK 的公司，做卡拉 OK 机器的公司办的比赛。反正迄个时阵就感觉哇，会当搁唱歌就好，啥物比赛拢不要紧，啥物所在拢不要紧，所以迄个时阵就真欢喜去报名。经过第1轮、第2轮的比赛，到第3轮上尾一轮的时阵，我着一个足重的感冒。迄个时阵，我的妈妈其实嘛足希望我会当完成我的梦想，嘛足想要支持我会当唱歌。但是伊嘛一直帮我准备足侪药啊，照顾我，希望我会当赶紧好起来。但是，就是毋管安怎。就是迄个时阵扫到非常严重，暗时咧困嘛一直扫，所以拢困袂好，搁较感冒就搁较恶好。就有一天的暗暝，哪扫咧哪困袂去，我就想到一件代志，就是想要祈祷。拄则我袂记你介绍我个你，我是一个好音的歌手，所以唱足侪教会内底的诗歌。所以其实这段的内容，我是常常伫教会内底的分享。但是今仔日因为毋是教会中学，大家信仰嘛无共款，我袂讲上深入，但是大家若有兴趣，会当来教会听我唱歌。但是这段就是有一天暗时，困袂去的时阵，想着讲还阁会使祈祷。但是对迄个时阵的我来讲，其实祈祷嘛毋是一个足自然的想会到的代志，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去主日学，中风足长一段时间拢无去。但是迄个暗暝就想着，我想要祈祷，我求上帝会当互我一个指引，会当甲我讲，到底我敢有机会会当唱歌。上尾嘛是非常的幸运，摕到第1名。迄个时阵嘛毋是足确定，迄甲祈祷敢有关系，也是就拄啊好尔。但是落尾开始有一寡其他的唱歌的机会。到互我会当慢慢为唱歌的路去行。伫2007年的时阵，经过精选，演出一出英语的音乐剧，叫做《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2008年的时阵是精选加入4月梦雨这出戏，4月梦雨还是4月梦雨，拢有两点。4月梦雨这出戏。音乐剧做伙来演出。4月梦雨，大家敢知影讲的是啥物人的故事？敢有听过？是，对，郑武宪老师的故事。因为伊的4条最出名的歌，甲伊合起来，就是《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五夜花，4月梦雨，安尼。
所以内底就有足侪张武宪老师经典的歌曲，佮加上这就是迄当时演4月盲舞的时阵的相片。我演的是一位30年代的歌手，叫做爱爱，是历史上真正有出现的人。佮内底除了张武宪老师的歌曲以外，佮有李天和老师写的曲，佮有王友辉老师写的歌词，真正拢非常美丽，所以会当参与伫内底，真正是足享受的一件代志。佮有阮迄当时的杨树平导演，因每一届演出进前，拢会甲阮组织做伙，讲一寡鼓励的话，甲阮即阵参与演出的人，甲台湾的历史连结做伙。每一届上台进前，拢会感觉真深的使命感，会想要甲台湾的故事讲互搁较侪人听。佮有参与伫即出戏内底，佮有一位我的台南乡亲，一位嘛是歌手，我的好朋友杨洪安先生。阮常常伫后台足欢喜的用台语来开讲，足介意即种亲切的感觉。除了演出音乐剧，嘛有甲家己的乐团做伙4月去表演，也是到一寡音乐节的所在来表演。伫2009年的时阵，我出第1张的福音的专辑。我的朋友拢讲我可能是上爱唱台语歌的福音歌手。甲拄则讲到的杨洪安先生，阮两个人拢足爱唱台语的诗歌。因为阮拢是伫长老教会内底成长的，虽然中远我有离开足长一段时间，但是对长老教会嘛是一直有真深的感情。上尾受洗嘛是拄好，搁转来到长老教会来受洗。我嘛感觉长老教会内底还阁是保存足侪足珍贵的台语的传统甲意识。虽然感觉台语的主理学还阁是有一点仔欠缺。但是即摆有愈来愈侪课程会当帮助大人甲囡仔甲咱的母语找倒转来。既然讲到信用，我就要来甲大家介绍阮的家族内底第1位信主的，是我的外祖王树禄医师，中间即位，外祖就是阮阿母的阿公。伊是台湾第1位的德国医学博士，有参与过台湾文化协会、甲韩石川促培会2位，台湾文化协会台南分会成员，有人叫因是台湾民族运动的三剑客。常常看一寡展览嘛是读台湾历史的册，看到阿祖的名，拢会特别欢喜。希望阮即代嘛会当继续甲安尼台湾意识传承落去。2017年的时阵出版《再见再见》专辑，这张专辑就像拄仔讲的，是要纪念我的grand妈王丹雪燕女士。这是我摕上互我的朋友，伊是一个纸雕剪纸的艺术家，所以伊用纸加做用刻做无同的形体去做出我的阿嬷的即个感觉，阿嬷的图，我嘛感觉一张就是阿嬷，来看一下够神。阿嬷的温柔佮可爱的笑容。阿嬷手灵体的，就是以前阿祖兜的相片，迄个时阵嘛是伫台南一栋足大的西洋式的老仔厝。阮拢足介意阿嬷讲以前，听伊讲以前的故事，阿嬷会当安尼甲家族的故事传落去，足有意义的。即栋厝是我的外公4岁的时阵起的西洋式的老仔厝，所以内底是写做啥款的？这是我的阿爸阿母订婚的时阵的相片，哇！这位就是我的阿祖拄则来讲的迄位王树禄先生，这位是我的外公。古水的外公、阿公阿嬷，会当看到顶外有一寡竹仔的迄种设计，所以伫西洋式的厝的内底，门顶外阁有一寡竹仔的设计，我相信西洋、日本2种的风格拢合做伙。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遐有一个路
细汉的时阵，拢感觉就像迄个故事内底公主会当开门出去唱歌，但是阿母甲我讲，其实拢是伫遐旁边照花甲菜脯啦，嘿，安尼较实在。哦，这是阿公阿嬷，就是我的外公外嬷，外公，哎，互大家看外公的 before after。阿公老伙是安尼，结婚的时阵是非常缘投的，因为台南的点心实在上好食。对，阿公阿嬷伫即个阿祖去的即个西洋的老厝头前，翕相。啊，伫阿祖信主以后，嘛有一段时间是教会聚会的所在。啊，我的外公外嬷结婚迄个时阵，就是用基督教的典礼，天书单，迄个时阵嘛有影印落来，嘛感觉真正是足珍贵的。阿嬷2012年过身进前的半冬，伊个我的阿母送伊一台 iPad。本来我阁想讲阿嬷可能袂晓用，因为迄个时阵已经88岁啊。但是伊嘛用甲足顺手，阁甲我的阿母讲：“你送我迄片足好用的呢。”迄片，因为叫袂出来，毋知影安怎发迄个 iPad 的音。甲阿嬷真古锥。阿嬷还阁伫个时阵，有几两摆我拢炸 DV，迄个时阵手机还阁录影无遐厉害的时阵，我炸一个 DV 去甲录伊讲故事，下来想要甲大家分享一段伊的影片，拜托。免艰苦啦，几艰苦的嘛，几艰苦，又几多心烦。交代准，做好是突出的咯，互咱转会去。啊，对只听，对只的。是啊，嘿，一边听一边去。嘿，所以为着生活写到怎么呢？啊，所以忧伤吼计了，忧伤的人佫有骨头，我做囝，我做家骨头疼。人忧伤的人拢会骨头。喜乐的心是良药。我可知喜乐，常常的喜乐，我若过一摆，你就喜乐。我可知喜乐，常常的喜乐，我若过一摆，你就喜乐。喜乐的心是良药。是，真正好佳哉迄当时有留遮个影片落来。阿嬷留互阮的，无尔是信仰的传承，嘛是台语的传承。啊嘛真感谢伫2008年的时阵，着用拄则讲的一张纪念阿嬷的这张专辑，伫传统艺术金曲奖入围5项，上尾是摕到最佳宗教专辑奖。推荐互大家，各大串流平台都可收听。啊，感谢感谢。哦，还是已经也袂讲了。啊，即摆我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顾囡仔为主，啊，但是嘛是有找足侪机会，多谢厝里的长辈，甲阮翁会帮忙，互我会当有机会伫真侪教会，也是其他音乐会中合唱歌。啊，以上就是我为食一般的头路，啊，转做歌手的一个过程，嘛是我一个走找自我的过程。啊，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歌手，我想要送大家下来这条歌，这是谢宏文老师创作的一条真水的歌，叫做《愿》。
一个城市，我行比走多，我厝的半夜，恁搁这的白色，我全命把天地，我天公教你，我所向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我全命把天地，我天公教你，我毋捌甲彼路永远踮咱心中。为一块土地，我相信祈祷，我厝的情义，哪敢全地偏将？为一个城市，我行比走多，我厝的半夜，啉到这的白色，我全命把天地，我天公教你，我所向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我全命把天地，我天公教你，我毋捌甲彼路永远踮咱心中，我全命把天地，我天公教你，我所向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我全命把天地，我天公教你，我毋捌甲彼路永远踮咱心中，我毋捌甲彼路永远踮咱心中。谢谢。上尾一段要讲的是，我听做一个家己阿母的经验分享。这就是阮囝因为我常常带伊去参加一寡台语的活动、台语的课程，所以拄好有电视台来翕。阮朋友看到这个报道，赶紧翕一张相来互我看，所以这就是阮囝的台语路，甲我做伙行的一段台语路。我伫2017年的时阵，阮囝出世。伫这个医生的穿这个医生的衫的，这是我的阿爸，所以是我的阿爸苏碧冠医师帮我接生。有足侪人问讲，家己阿爸接生是啥物感觉？敢会足奇怪？我讲袂，我感觉足放心的，嘛生了足顺遂安尼。我的阿爸真注意接生安尼。伫囡仔出世以后，我当开始是主要还是讲华语，拄着甲伊讲台语甲英语。但是伫阮囝3岁的时阵，拄好无共的机会，甲2个朋友开讲，发现因2个拢是全母语的阿母，全台语的阿母。所以就感觉讲，我其实嘛应该安尼来做，我真希望阮囝会讲台语。所以就为阮囝3岁的时阵开始转做全台语，所以就开始带去足侪参加台语共学，听台语的故事，上台语的课程，看台语的舞台剧，听台语的 podcast，
家己嘛是哪讲哪学，有袂晓的就查字典，即摆网络的字典真正非常方便。啊，我搁去买一支点涂笔，会当录音的点涂笔。啊，迄当时7当前4当前，伊3岁4当前，迄个时阵台语会够知，还阁无像即摆遮尔济。啊，所以啊，阁有阮囝非常介意即个尻川面的一位，我死里探地尻川前头，现场敢有人有看过？我就家己甲翻译做尻川前头。啊，这套毋是阮兜的，但是阮兜确实是规套拢有。啊，因为要摆出来翕相麻烦啊，我就去借一张别人的图。啊，但是我就是甲每一本，啊，这一本是足厚的，下骹才会细本的，每一本其实不离啊厚，是差不多小学的程度会当看的。但是伊3岁就足爱听，所以我就每一本每一句甲翻做台语录起来。啊，因为伊点涂笔，啊，伊就会当，我就每直讲，无讲甲小声，伊就安尼听，佮想要听佮一摆，安尼就佮放。所以伊就规套一直听，啊，佮有足侪其他的册，但是主要就是即套的尻川前头。啊，因为即个尻川面的前头，伊的绝招就是为喙放屁。啊，囡仔就是足够，但是其实我感觉这是非常赞的设计，因为我其实无介意囡仔去接触，足细汉已经去接触着上暴力的一寡武器。所以伊无用刀，无用枪，干若是扑即件代志，就会当互歹人拢分去。我感觉这是足赞的设计。啊，佮有囡仔有一段时期拢会足介意尻川啊、屎啊、放屁啊，所以这就是囡仔非常介意的一个主题。所以就日本人嘛是真高兴。啊，即张是阮做伙去看尻川前头的电影以后。啊，就讲要翕一张即个相，啊，但是我无想要看起来面相歹，所以嘛是无学伊安尼讲，伊较认真，就是面爱捧起来安尼。啊，我感觉重点，若要经营一个母语的家庭，重点就是通放弃。因为为3岁开始，我虽然你看嘛，带伊参加遮尔济活动啊，录音，但是经过规冬，我一直中嘛有一段时间感觉足切心的，我一直甲你讲台语，一直讲台语，谁那你无法度用台语用？但是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就是因为伊需要吸收足侪，才有法度甲讲，所以通放弃。所以经过这冬以后，一开始会当唱一寡台语的字，啊，愈唱愈侪，有一天就雄变做足够讲啊。啊，所以今仔日嘛要分享囡仔还阁较细汉的时阵，较古锥的时阵，讲的两段影片，歹势。有一段就是伊讲即个尻川前头内底的故事，啊，有一段是伊家己发明的、家己创作的故事，就是即个影片里上下骹。我现在对着我家是快要过去呀，啊，去讲。迄个是啥物人的啥物物到底互人头体去啊？是点心。点心店。点心。然后伊就推着开了，伊就对遐个开，伊就知影是对着开较少啊。啊，慢慢啊，伊就行啊。公司呢，伊个伫去迄个湖内底，因就用家己马桶来为湖内底跳入去湖内底，结果是为马桶出来。你紧食的吼。无了解当佫讲话哦。为一个马桶内底出来。是啥物人刀啊？是别人的刀。是一只形的厝主啦。伊有一栋厝咧说服吧。想到你伫遮，伊讲有人偷摕点心，伊就问人
有一个去讲，有一个是警察。点心的就是报道啊，点心的是头题，点心的是只猪仔嘛。哦，啊，讲，搁讲了，要不要讲？我刚刚影片看一个就会使，反正基本上就是安尼，是。但是刚开始是完全袂晓讲的，甲伊讲华语伊嘛无法度应，甲伊讲台语伊嘛无法度应。但是到上尾，伊即马嘛是就是维持伊的台语会当算讲真认真安尼。当然还佫有真侪啊学习的，这条路还佫足长。但是到即马伊会当教我基本上用台语来互动，我感觉已经是真赞。定伫咱的生活内底，有时阵会拄着一寡外头做的阿公阿嬷，就是可能是伊甲阿公阿嬷互相是讲台语，但是一位囡仔讲话讲你说什么安尼，就是安尼这种情形。我伫定路边看到，我嘛就想要走过去甲伊讲，你敢会使讲台语？你敢会讲台语？但是我感觉重点是。家己爱先坚持，家己先坚持啊！囡仔到会当用台语用的时阵，我感觉是大人也听到，囡仔是用台语用，伊嘛会足自然用台语甲伊讲话。这嘛是我家己的经验。真感谢阿公阿嬷、阿祖、阿公阿嬷来的这份台语的礼物，我会当佮传承互我的囡仔。我嘛真感恩，囡仔伫。去学校以后，还佫愿意用台语甲我讲话，因为有听讲是足侪朋友的囡仔是去学校以后，因为伊想要甲别人共款，伊无想要家己一个人讲的话是别人听无的，所以有的囡仔嘛是有经过安尼的过程，去学校以后无愿意佫讲台语，但是我嘛是有愿相信，继续坚持落去，佫有家族内底的迄种气氛，家族内底的爱，会当互囡仔感受到，会当想要继续过来讲台语。我有听过有一摆，有一个朋友，伊嘛是台语阿母，伊甲我讲，伊家囡仔伫公园佚佗的时阵，因互相咧讲台语的时阵，另外一个囡仔问讲：“你们在说英文吗？”所以我其实有一点仔伤心，因为台语伫咱即摆环境内底已经少甲，迄个囡仔感觉讲我听无的可能是英文，因为伊无法度分出伊是啥物语，伊就是毋捌听过台语。所以真正希望台语的环境会当愈来愈好。我家己嘛有参与讲台语故事的训练，真希望是家己的囡仔，我嘛会当讲故事，帮赞分享台语，互更较侪囡仔。阮囝的台语其实常常受到骚扰，我感觉这是因为有足侪人其实想要行台语路，但是家己可能毋知影啥物原因。失去甲家己厝内底的囡仔讲台语的机会，但是我家己足侪教会分享的经验，是有拄着有一摆伫高雄的一间教会内底，我讲，鼓励大家教囡仔讲台语，结果伫教会上后壁，就是平常时就是有带囡仔的迄组拢会放伫迄个教会上后壁的一间另外房间内底，因为迄个房间内底嘛是爱甲我拍风拍到我拢有听着。佫有一摆是伫台北一个大部分是讲国语的教会分享，但是我嘛有唱台语歌。上尾有一个姊妹来甲我讲，伊感觉嘛是听台语歌，感觉上感动。所以我感觉台语其实代表足侪人对故乡、对家族的思念。所以即摆有机会，我嘛会尽量来用台语来分享，用台语唱诗歌。嘛真鼓励对台语有感情、有兴趣的朋友来。伫生活内底行出逐款无共的台语路。即几当参与伫台语的群组内底，我有一个感受是，希望讲咱台语人对愿意学习台语、愿意推广台语的人甲团体会当更加鼓励，互佫较侪人会当来亲近。毋是，因为我有看到有一寡人会甲做了无好的人拒绝伫外口，就我嘛会感觉足伤心的。我相信，若是用鼓励的态度，安尼推广台语的路，会当行佫较快，佫较远。最后，拄则嘛有讲到，我是一位福音的歌手，是一位基督徒。
不管现场的各位，可能信仰无一定共款，但是上尾我嘛想要送互大家一条诗歌，是拄则洪辉老师嘛有讲到的，有人咧替你祈祷，来代表我对大家的祝福。这就是今仔日上尾的一个部分。这条歌唱了以后，若有啥物意见建议，麻烦大家甲我讲，咱嘛会使做一寡讨论。多谢。Subesou